Hello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们听到这个声音了吗？我们可以叫它锣鼓喧天，敲锣打鼓，用中文词就是锣鼓喧天。因为现在快要过新年了，所以很多寺庙在庆祝一些他们特别的一些庆典，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敲锣打鼓，我们就叫它锣鼓喧天，是表示有一些重大的节日，一些庆祝活动举行的一个仪式。你学会了吗？锣鼓喧天，下次在什么节日中会用到呢？我们下次见。